一个屋檐下的家，你今天还好吗？无论有多少变化，请记得走回家。昨天对我说的话，今天还记得吗？那些句句关心话，都是对你的牵挂。遇见你，喜欢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想见你，很想你，猜不透你的心意，我不想放弃。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你的眼神诉说牵挂，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一个屋檐下，今天还好吗？云在流浪，眼泪流下，别再犹豫，天亮慢慢走回家，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前一阵啊，我看到工厂仓库的报表，发现公司过时的原料库存伤济，所以我伫咧想，若要坑咧，互伊报销，不如想办法甲库存卖去国外。这你看卖，拄好工人价伊伫南非有熟识的人，所以做你即马唔来爱管人事，搁爱管仓库啊？藏伤侪库存伫咧仓库，唔若定地，又搁无采成本，这个代志你早就爱去处理啊！民空想到这个卖去国外的方法就真好啊，唔若解决库存，咪当趁一笔钱。好啊，既然恁拢已经决定啊，我嘛无啥物意见。你也有预算表在遮，若无啥物代志，我先来走。当然，你这什么态度？我问你，你是不是按算要安尼一直住伫饲家？嘉诚，你莫安尼，伫咧公司莫讲这件代志。伊拢无要倒来，我无伫公司问，要伫倒位问啊？我甲你讲过啊，我反对你甲慧敏做伙，你即马竟然直接甲我住伫饲家，你是完全不要紧厝内人的感受是无？你倒一届结婚，有要紧厝内的人的感受。我甲慧敏本来拢已经订婚啊，结果恁要结婚的消息出来，阮的婚礼只好延期。即马我甲慧敏准备结婚，只是照原本的计划进行。当初你甲慧敏袂当结婚，迄是因为市国雄用拗步主动，还有恁家己一寡问题，即摆来拢怪到我遮来啊！嘉诚，这是公司莫讲出来的代志，互员工听到就无好啊。我是无可能甲市国雄这款人结亲情，你甲慧敏的婚事，我是反对到底。我好啊，有莲，莫阁讲啊。有莲。你看是什么态度啊？哎呀，讲公事就讲公事，你讲着饲慧敏创啥？实在是。有莲，有莲，恁爸最近腰疼，身体无爽快，火气较大。伊讲的话，你莫放伫心内。你甲慧敏的代志，我会找时间再替你甲伊。免啊！我甲慧敏的代志甲你无关系。库存的代志，卡叔你需要斗相共，随时联络阿淼，我会交代伊尽量斗相共。费用的部分，就照你讲的去讲。阮人迄边，我摆下再阁问看卖。哦，好。这个代志，还是爱先甲阮爸讨论才会用的。你先替我查清楚再讲，就先安尼。你先下班啦。先等我5分钟哦，我甲讨论资料整理好。嗯。你哪会一直看我？
慧敏，咱找时间结婚好无？我敢若听过找时间食饭、找时间看电影，也是头一个听到找时间结婚。我是认真的。发生什么代志是？我今仔日甲阮爸讲咱要结婚的代志。恁爸反对。也毋过我嘛已经甲伊讲，咱一定会结婚。伊会当祝福上好，无祝福嘛无要紧。有莲，我无希望你是因为甲亲人闹得无欢喜，才想做这个决定。嘛毋若是因为我甲爸客气，咱两个本来就打算要结婚，大概拢是因为别人的代志害咱无法度结婚。我无想要互别人耽误咱啊，所以咱结婚好无？你即马是咧甲我求婚哦？是啊，你敢愿意？我愿意。也毋过阮妈一个人伫厝诶身体无好，我必须爱照顾伊。咱结婚了后，敢会先住阮兜？结婚了后，恁妈就变做阮妈，咱做伙照顾伊。多谢你的体谅。就安尼讲定啊！你后盖要去看恁爸的时阵，我陪你去，咱做伙甲伊讲咱要结婚的代志。就好诶。恁敢有决定当时要结婚啊？啊！妈，你来偷听阮讲话啦！好，幼莲啊，你拄则讲的话，搁讲一遍。遮尔欢喜的代志，我要正大光明的听。妈，好啊，莫甲你讲耍笑啊！日子到底想好未？袂啦，而且爸无伫厝诶，我想讲简单就好。我直接甲幼莲办登记嘛用诶。安尼哪会用诶？我干那你这个宝贝查某囝，就算恁爸无法度斗相共，也阁有我啊。我甲慧敏做伙遮侪年，经过遮侪代志，阮真是感觉会当做伙就真好啊。我知影恁两个拢足无用诶，无时间，也毋过我有啊。多一个做爸母诶，无希望看到家己查某囝穿新娘衫、行红毯，幸福的模样。我答应恁会当简单办，也毋过婚礼一定爱有。惠弟，恁放心啦，代志拢总交互我处理，恁只要家日子决定好就好啊。妈，即马上重要的是你爱照顾身体，恢复健康。办婚礼有足侪代志爱处理呢，我无希望你拍歹身体。为着你的幸福，妈搁较忝，拢有价值。文杰，你看，这就是跑步机啊、滑步机加飞轮的所在，可以当做有氧训练。一旦你结束，会当来试看卖。来这边，这边就是重量训练区。你看，迄边有哑铃，还有杠片，等下就当做卧推啊，还有深蹲这款的训练。Hello， 嘉华，你来啊？嗨 Hello， 我今日带阮女朋友来。哦，文杰，伊是 Kesha。你好，你好，你好。阮女朋友平常是无咧运动，爱麻烦你好好指导啊。好，无问题，我来安排。哦 ，Kesha， 教练找查某的，莫找查甫的。好。多谢。是安怎？惊我互汉草会教练拐走？当然啦，阮女朋友遮尔水，当然要较细腻的。而且我先见过，伊嘛较免烦恼啊。是你较毋免烦恼。查某囡仔出来运动一定要细腻，啊，毋是所有查甫拢甲我同款正派。讲半工，原来是你懊恼你家己。Hello， 甲你介绍者，这位是娃娃教练，伊是阮遮上认真的教练哦。真侪无经验，拢对伊学，基础拢会当学了足好诶，所以我特别推荐伊。你好。你好。好，若是无问题，咱就开始今日的课程。加油。
出来，真好，脚脚好安，手90度，加油，维持，要落来哦。要动作啊！哦。是安怎？要出来拍偶像剧哦？下对拍偶像剧啊？哦，无啦。靠出来的，真好，快速和爸接落来。好，来，真好。我嘛要啉。不要给伊停哦。你咧生气哦？哪有？明明就咧生气，你咧气啥？你拄则是安怎？训练就训练，是安怎要甲K小伫遐摸来摸去？我即马总算知影你是安怎想要去运动馆啊？有美女教练甲你摸真享受吗？我哪有甲伊摸来摸去啊？迄是教练咧指导学生。搁知道咧，明明就真亲密，伊搁遐尼我摸你的腰呢。你若派一个魔鬼教练互我，一直甲我扣到，甲我吵甲稀咧咧，我看你根本就是超工的。想袂到陈文琪嘛是足介意食醋的人呢。安尼啦，我互你摸，你想要摸倒位就摸倒位。啥物啦，莫甲我哭啦！你这个垃圾鬼，规身躯臭寡生物，臭摸摸。你去学K小摸就好啊，别个查某人摸过我才袂，我要辛苦。你叫你伫遐洗，你就偏偏袂要转来洗。你安尼流汗了后，吹风会感冒啦。我是安怎伫遐洗？你拄则顶身材K小看也无够，阁想要顶互运动馆全部的人看心。好，我就伫遐洗，甲你做伙洗，规身躯拢互你一个人看好无？啥物啦？你真是足臭的！袂啊。太太，好，多谢。咱会无看到友莲甲慧敏啊？因出去啊？含咧休困，因两个讲要去看电影。哦，中昼敢若咱两个就凊彩食啦。哦好，看你今仔日心情真好呢，有啥好代志啊？慧敏甲友莲吼要结婚啊啦。正是了，总算是定落来啊！我看友莲对你吼真友好，搁体贴。安尼算起来吼，你是家一个后生，有福气。友莲吼有影足难得的，进前议员甲因长教有一寡误会，也毋过慧敏有困难的时阵，伊也是甲伊斗相共。有一届佫甲慧敏带转去，保护伊，卡免伊互遐记者搅了啊。我伫张家做真侪年啊，我知影张董吼一向是一个真大方的人，佮有张家的阿嬷，伊嘛是真好的人。看来我应该去张家拜访，多谢因遮尔照顾慧敏。啊，对啦，你等下吼，甲议员遐名酒整理一下，我砸2罐去张家拜访，当做伴手啦。好。我去讲一寡好话，甲两家之间的所有误会解开啦。妈，这水果足甜的，哎呀，吃看没？好啦，大声。来，妈，哎呦，这无过啦。啊，好。哦，我才甲因讲，拜拜。拜拜。迄个阿兄讲，伊甲慧敏即要去看电影，今仔日中昼甲暗时拢无要食饭啊，应该就是无要转来的意思。伊即马是连厝拢无爱转来就对啦。伊到底敢有甲咱一家人藏伫眼内？嘉诚啊，你家己嘛有毋对啊！
幼莲是一个讲道理的囡仔呢。你若有代志，你甲伊好好讲就好啊。你偏偏啊硬要互明芳去公司上班，才会闹到安尼袂收煞。你阁牵拖对明芳迄边去是要创啥？敢毋是安尼？恁爸仔囝吼，逐工拢爱见面的，一个人叫一个面相啦，安尼敢好看？幼莲，你看啥来啊？哦。爸，有人客。想你了，我真的想你了。别再犹豫，天亮慢慢走回家，一起在屋檐下。敢讲等下开始手机关机啊！阿兄，回民警马雄雄再来咱兜，看起来真不妙。你看到消息，紧转来。张董，这是我一点仔心意，希望你莫气嫌。你伤客气啊？张董，幼莲甲慧敏嘛交往10几年啊。幼莲对慧敏的好，我嘛看伫眼内。因会当行到今仔日嘛真无简单。虽然即马少年人无啥注重礼数，也毋过我伫咧想，我较安怎嘛袂当伤凊彩。毕竟这是恁张家大囝要娶新妇，阮饲家慧敏嘛是唯一的宝贝查某囝，所以婚礼毋管阁较简单，我想嘛要办甲体面隆重。你即马讲，谁要甲谁结婚啊？敢讲幼莲无甲恁讲甚？我想应该是你误会啊！我并无同意因两个结婚。当初饲家一直甲阮侮辱，到即马连一句正确的实力拢无。今日你上门，就讲因两个要结婚，敢袂感觉伤超过啊？也毋过我听幼莲甲慧敏讲，好啊啦，幼莲无甲阮讲这件代志，阮嘛是头一摆听到。啊，若是毋是要结婚吼？即马讲阁伤早啦。歹势啦，今日招待不周啦，请你原谅。对老太太，张董，在其中是毋是有啥物误会啊？无啥哦。小等下，请你甲这物件炸走，阮张家担当袂起。齐太太，请转去啦。这个幼莲真正做唔是款。妈，幼莲呢？伊转去啊！你哪无甲我讲一声，就走去张家啦？我今日若是无去张家拜访，我阁毋知影张家是即种态度。你是毋是早就知影，幼莲根本就无甲出来讲要结婚的代志？阮是想讲，等时机较好的时阵，阮才……这种代志哪会当隐瞒我？迄是因为爸之前做一个代志，互因无欢喜啊。因无针对我，而且因对我真好啊。倒位好啊！张家生今日当我的面讲，伊无同意恁两个结婚。你未来的大官是这种态度，你敢阁要嫁？妈，你之前对幼莲嘛有意见啊，即摆毋是嘛接受啊？我接受有啥物路用？要嫁的人是你呢？结起这种家庭，将来因规家伙仔甲你当做冤仇人，你哪有好日子通过？
我甲友莲已经决定啊，毋管有啥物困难，阮拢会坚持到底。好，你家己想好清楚。友莲是好查某人无毋对，我嘛已经甲伊当做家己囝婿来看。也毋过结婚是两家的代志。我烦恼的是，你家己去要看人的面色过日子，迄比啥物拢艰苦。阿兄转来啊！友莲，你应该要食饭好，我替你摕碗箸。唔免啦，阿嬷。爸，我决定要甲慧敏结婚啊！你即马是等来讲一声就对了。对，我就是甲大家讲我的决定。嘉诚，你先听伊安怎讲？甲慧敏结婚本来就是我的计划，我无想要搁拖。我嘛希望大家会当照顾阮。若是大家感觉勉强，我嘛会当体谅。友莲啊，你的意思是讲，阮大家若拢无接受，你也是共款要安尼做？以后咱大家莫来往，随人过随人下，是这个意思是？友莲啊，你是一个真不代志的囡仔呢，你是一个真体贴的囡仔呢，为什么你这么变到安尼啊？哈！阿嬷在甲你讲话，我会当讲的拢讲啊，佫会当讲啥？所以你是决定要继续参像即马安尼，住伫市甲？你敢有要紧厝内人安怎想？我就是因为要紧，所以才转来甲大家讲我的想法。也毋过一面大家无要紧我的想法。安尼我嘛毋免搁讲。你我懂的，甲我讲清楚。妈，你有看到吼？伊就是即款态度啦。你搁讲我无体谅伊，无好好甲伊讲话，伊即马讲话。好啊啦，莫搁讲啊啦！我即马头壳足晕的，我要入来休困啊！妈，梁总，你有要紧无？想你了，我真的想你了，好想回到那天你在你的屋檐下，今天还好吗？在流浪也留下。阿妈甲阿姐安怎讲？佫会当安怎讲？就是一直讲共款的话啊。啊是我先来去甲因回息咧。毋免啊，你即马去只会佫较歹看面，嘛无法度解决问题。安尼要安怎？总袂当一直安尼落去啊！友莲，我知影你即摆足生气的，也毋过有一句话我是爱讲，你是重视家庭的人，就算甲我结婚，你嘛无可能放弃你的亲人。敢讲爱咱放弃结婚这个计划？我毋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感觉为着结婚，咱搁较应该拍拼解决因的误会，包括因的反对啊。阮爸进前过几落届啊，爱恁爸为了过去的代志，甲伊回息咧。所以爱阮爸佮阿嬷接受你立场家，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啦。阮爸的性地爱甲人认错，是无啥简单，也毋过嘛毋是无可能啊。你感觉恁爸敢会愿意甲阮爸回息咧？自从伊互拐了后，性地改变真多，我的话嘛较愿意听。我找时间甲伊讲看卖啊，因为这个代志是伊引起的呀，伊本来就应该回息咧。
悠然，毋管安怎，我也是希望会得到双方家长的祝福，啊无要安怎结婚哈，总袂当互骂一个人孤单参加婚礼啊。所以，咱先莫着急啦，先想办法解决两边的误会，好无？我就是烦恼，你会感觉委屈。袂啊，非得订刀、印贴啊、金手指，咱拢有经验啊，毋惊过来一届。我真正真佩服你这么乐观。安尼，你敢要先转去住？好，我甲恁爸讲看觅。毋免啦，我无想要搁甲阮爸起冲突，保持距离嘛是一种应对的方式。我较烦恼恁妈医生款，敢真生气？你放心，我妈上听我，伊上听我的话。嘉诚，妈困啊？我拄则有替伊尿血啊，嘛有食药啊，已经降落来啊。嘉诚，我是感觉幼莲甲慧敏结婚的代志，敢会用搁参详一下？你莫甲话讲甲遐尼绝，安尼无法度解决问题。假使是因为你离开公司的代志，或者是我做一寡决定，害我甲幼莲闹了无欢喜，无要紧，门关起来，大家当好好讨论、好好参详啊，都算是冤家卖使啊。因为咱是一家人，无啥物代志袂当提出来讲啊。也毋过幼莲甲慧敏的代志，牵连着起家，因是外人，我是无可能让步啦。嘉诚，今日市国向因某来，拢可以面手看。伊敢有想要甲咱会师呢？伊无啊！当初市家伫武良难的时阵，啥物歹听话拢讲会出嘴，即马竟然连失礼这2字拢讲袂出嘴，这款态度我敢要让步？卡出今日这口气我吞落去啊！以后咱张家要安怎伫地方徛起？也毋过幼莲甲慧敏的婚事袂当无处理，搁再讲因2个人交往遐济年，搁互相意外。当讲你真是要甲因2个拆分开啊？因2个人做伙，我毋是真心刁难，哪爱我同意？等市国雄出来了后，必须来咱兜正式会师的陪罪，安尼才会使。这件代志市家若毋做，我是无可能答应互慧敏入张家的门。嘉诚，嘉诚。刘外，我有话要甲你讲。刘外，我甲你无啥物好讲的。唔系安尼啦，开讲一下啊。你的伤有较好无？你到底想要创啥？想你了，我真的想你了，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喜欢你，想和你在一起。
莫安尼啦，开讲一个啊，你的伤有较好无？你到底想要创啥？我毋知影，阮阿兄甲你讲偌济我的代志。虽然阮两个是相生啊，也毋过其实嘛无正式。自细汉，阮就不得已分开啊，所以感情嘛无偌好。我咧想，若毋是因为知影伊家己破病，得要死啊，应该嘛袂主动甲我联络。阮爸妈分开的时阵讲好，一人带一个。阮阿兄较好运，伊缀阮爸留伫台湾。我虽然互阮妈带出国啊，也毋过无过了较好。自我有记忆开始，我敢若会记得一直伫搬厝。这几年开始翕相，有趁一寡钱，阮朋友就找我合股做生意。谁知影生意无做起来，伊就摕钱绕跑啊！你讲这到底要创啥？希望我同情你。你搁较欠钱，若袂当阮话我私底下甲阮爸交易，然后搁甲卡田的钱全部摕去行销。毋是啊，迄个时阵你甲卡廷拢在雷公的手头，我无摕遐个钱去救人，我要安怎？哦，卡叔照你即马讲的，啥物拢莫做，安尼卡廷发生啥物意外，你感觉你敢会原谅我？你毋免替家己找借口，我会互绑票拢是因为你，而且你甲阮爸无经过我甲卡廷的同意，就私底下交易，我会当找律师告你，讲这个交易是无效的。刘婉，你要安怎告我，安怎气我，拢无要紧。也毋过你莫甲恁爸牵连入来。伊会互我1000万买这间厝，嘛是为着你啊！我无希望你因为这件代志拍歹你甲恁爸的关系。这是我的代志，你讲煞袂？我要做代志，莫搅了我好无？哦，我莫搅你，我去放屎。你即马感觉我毋是一个好人，嘛因呢？我无要紧，也毋过我希望你会当了解，刘外，其实你足幸福的，你有关心你的亲人，会当替你解决问题。假使你会当经历我自细汉到大汉发生过的代志。凡事你就袂感觉做一个好人是遮尔理所当然的代志啊。你卡超卡驚嘅啦！前世做錯咗啲乜？娶你老母已經夠衰㗎啦，仲要擔埋你呢個油餅仔，一次你兩個堂衰家。看啥物啊？我看緊你彈出去哦！正一食10萬。
酒醉，等赶紧走。紧来走。嘘。来，唔免惊，把汤泡下酱哈。来，泡好。歹势，囡仔唔捌代志，紧下是个会死嘞，紧嘞。阿姐是嘞。歹势，我随去，是嘞，我随去就进去。歹势。是嘞啦，我爱好好做，我爱好好教伊。就滚烫，哎，你有什么路用？是嘞啦，走啦！妈，咱离开好无？我甲你讲，这个阿姐已经教的囡仔，一定是一个好爸爸。咱以后会真幸福。Oh, Sherry, my love. Hershey. Hello, my dear. Oh, I miss you. I miss you too. Where did you get this? I don't know. Answer me! Where did you get this? I'm not sure. You cheated on me, right, you bastard? You cheated on me. How can you do that to me? You cheated on me, right, you bastard? How can you do that to me? Why? I trust Please, you. stop. Enough! Just go away. I don't love you. Stop! 你林小姐啊，你靠我，你卖理我，我了，你拢是你害我一世人拢无看你以后，拢是你。早就知我不应该生你，我应该甲你带互你办起，拢是你。 加在这条手链我放伫无同款的所在，无互抢走，无我就无礼物送。用这好物件骗我20万港票，人家就讲迄是一位非洲头目迄边摕到的，敢若这条尔。当应该今后变故事嘛。我甲你讲，伊才是一个变神啊！ 假使你会当经历我自细汉到大汉发生过的代志，凡事你就袂感觉做一个好人是这尔理所当然的代志。伊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
伊就是安尼，规工充满活力，世界各地四界走。有时阵看伊传互我的相片，我拢会有一种，我敢若嘛伫国外的感觉。阮是相生啊，阮若生了身，连个性嘛差不多共款。你放心啦，等连个转来，你就会知影，你甲伊真合。林峰，你这个小弟，甲你完全无共款。江林健是安怎会识在雷公这种人？伊敢真正是抓饼师，也是伊真正是变神啊？江林健，无。江林哥，你是安怎？紧走！你是毋是倒位无爽快？敢要带你去病院？紧走！妈，咱去找一个新厝好不好？去找一个新厝好不好？你到底有啥物款的过去？哪棍我这么忝啊？哪有味配？敢讲是听我教的？啥嘛记好啊？是最面包。哇！看我腰足酸诶。哎呦，早顿拢了准备好啊！平常时这冷淡，其实心内足热情的嘛。刘外小姐，有碟无？起床啊！我要入去哦。我入来啊！你无碟，多谢你的面配。好啦，我替你钱。我这世人唔捌替人支配哦。哎呦，袂歹哦，支得足好诶。开始怀疑我。你伫遮创啥？明峰去看工厂，伊叫我伫遮等伊啊。嘿，伊只是一个助理，凭啥物去看工厂？即马是助理，将来就是总经理啊。我今日伫工厂的时阵看到秀娟姊甲大家的相片，我嘛想要变甲伊共款，安尼我嘛会用的做你厉害的助手。伊早晚会感谢咱这边的代志，伊上好莫做得伤超过，若无就无得搁恁来。公司一直在传，伊想要做总经理的代志。灰白色墙面，画了几朵笑脸。当你卸下毛线，
回到这房间，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从一个无言，心里几种语言。当你在我门前，像不存踪远，过去都时过境迁。想你了，我真的想你了，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去听了像候鸟咖啡的再演，终究还是回到